首先將 USB 隨身碟插於印表機嘅 USB 插槽上，留意 USB 隨身碟只係接受 FAT32格式，印表機會顯示辨識 USB 隨身碟嘅信息，點按繼續進入操作頁面。要掃描文件，點按選單，點按儲存文件，可按需要設置所需掃描功能。完成之後，按啟動鍵開始掃描。點按返回。掃描完成。要移除 USB 隨身碟，先點按選單。列表內選擇移除 USB， 點按確定。最後可以取下 USB 隨身碟。